偷偷地話你知啊，呢度就係好多名人明星富豪都追捧嘅發展商太古地產啊，海德園啊。嗱，望翻右手邊呢兩棟咧，主要係望翻咧南塘海峽呢邊嘅，即係將軍澳啊、康城呢邊啦。左邊呢棟咧就會望翻多少少維多利亞港呢邊嘅。咁你見到基本上大概中層咧已經過晒前面啲矮嘅物業噶啦。咁啊望翻出都係望到永久海景。喂，我哋落翻嚟海德園1座、2座、3座嚟緊，首先800幾個單位加埋晒，會賣嘅就係賣咗我哋嘅2座、3座先，咁包括有1房、2房、3房、4房特色單位都有，咁咧全部會背山面海向北，基本上中層以上咧，發展商話都已經望到海，下面有個巴士總站，去翻各區都有嘅，同埋咧呢度揸車去翻太古城1個燈位5分鐘，去翻 IFC 中環嗰度10分鐘，行東朗就已經到啦，非常之方便。呢度咧就係連接翻1座、2座、3座嘅天橋，去翻會所部分。右邊呢度咧就係到時候咧，你見到有一個巴士總站啊，呢邊係啦，呢邊係啦，卡帕入口啊，巴士總站啊，就係呢個位啦。咁啊，海德園啊，衣食住行都齊啊。